咁就大家都話香港電影呢幾年咧就入咗低潮啦，因為咧好多部大製作都唔收得啦，所以啲幾間電影公司咧都審慎開戲啦。咁就變咗香港嗰幾個主要嘅老細都唔揞錢出嚟拍戲咁樣，其他人唯有電影發展基金嗰度攞啲，但係你電影發展基金唔會出晒噶嘛，係只會出我諗25%到30%已經好大噶啦。另外有2部就係第一次新導演嘅製作，咁就每年會揀2部嘅，就係每年都會俾800萬，咁就唔收翻嘅，你收幾多都係你嘅。變咗好多新導演咧，都係候住嗰2套800萬，咁就希望開得成，咁佢就發達啦，賺錢啦咁樣。譬如即係佢拍咗700萬咁樣，跟住佢都會話800噶啦，跟住佢原來收翻500萬，咁佢賺600萬噶咯喎已經。但係佢一定要有一個有名嘅監製咁先得。咁但係咧有啲監製係好好啦，冇乜點攞佢哋呢啲錢啦，但係有啲監製唔係嘅，好大咬嘅，攞嘅錢仲大過嗰個新導演嘅嚇。我知道，不過唔好講名啦嚇。咁就其實咧，香港電影嘅呢2年，除咗拍得太多嗰啲槍戰片，令到票房即係一路都上唔到去之外咧，其實咧佢哋唔覺內地嘅觀影選擇同埋態度咧，就已經改變得好大。香港到今日都未開始接受短劇呢樣嘢，而喺內地其實已經行咗5年啦。短劇已經搶咗長劇、中劇戲院嘅60%以上嘅份額，因為內地啲人咧就係啲時間更加碎片化。你叫佢坐車去戲院，真係戲院裏面韞2個鐘頭，再使錢買啲爆米花、買啲汽水，跟住出嚟陪女朋友食餐飯，再搭車翻屋企，哇！600-700蚊唔係個個消費得起嘅，其實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。短劇而家由幾年前嘅推流要啲人俾錢睇，到今時今日嘅紅果呢個平台咧就係免費嘅，抖音都未免費嘅。免費已經成為咗一個潮流啦，咁就佢哋都係靠廣告嚟到支撐，因為佢哋攞咗咁多廣告咧，所以呢幾個平台嗰啲長劇、中劇、綜藝嗰啲廣告就少咗好多，俾佢搶走咗好多。愛奇藝嗰啲 Youku 咧就生意少咗好多，所以每年 cut 晒啲長劇 cut 咗好多噶啦。因為長劇咧嗰個錢又使得大啦，幾億一套咧，同埋佢拖嘅時間長。由籌備到最後放差唔多成2年到2年半，中間只要有一個無謂嘅台前幕後做咗一件即係惡劣嘅行為咧，就被上邊咧就判為呢個劣等嘅影藝人員咧，就佢成套戲都唔使做，所有編劇咁佢成日編劇咁多部都冇，演員就佢演嘅咁多部都冇，都唔準上嘅，蝦得下架，咁就唔見咗幾億噶咯喎。所以而家啲合約咧，差唔多都係每個演員、每個大嘅工作人員都要簽嘅，就係如果你犯咗呢啲嘢咧，就令到咧我哋部戲上唔到咧，就你賠。我有呢條嘅，好大鑊嘅真係。咁可能香港觀眾咧仲未十分了解短劇，但係短劇喺內地已經經過5年嘅轉化，由最初第1年、第2年嘅野蠻生長，真人拍短劇1分鐘一集。拍100集到120集，每集咧都係一係就個主角俾人頭嗰20集到就主角俾人恰到盡啦，又跪又喊又俾人恰到打到七彩，又趕出街，又即係總之慘到不得了啊！轉頭咧就已經咧就報仇啦，就嗰啲霸總嗰啲咁嘅就可以全力報仇，就將以前人哋恰佢嗰啲咧就恰翻轉頭。咁甚至咧呢啲咧邊套收得咧，居然會好笑到咧就係有一個劇本拍咗5個版本唔同人做嘅啫，但又有人睇嘅喎，咁先難搞喎。咁當時咧，但係就慢慢就開始咧就流行咗推流。推流嘅意思係點咧？就佢要俾錢去買流量，等多啲人會接觸到嗰部劇，啲人先俾錢去睇呢部劇。咁當時咧就慢慢演變成咗1.2左右嘅比例咧。譬如你推流1000萬，你可以收翻12萬，咁你其實你賺得200萬嘅啫。即係啲人吹到咁大咧，就好多人想開戲，所以咧就呃啲老細。由嗰度第3年開始咧，就開始有
免費嘅紅果出現啦。到今日咧就基本上係免費嘅短劇咧，已經將收費短劇咧打到幾乎冇咁滯㗎啦。我都唔係話好想短劇喺香港好流行，因為如咁咧就其實就香港已經近死多兩錢重。不過亦都會提供咗一啲工作嘅機會咯。因為而家 TVB 拍好少劇，你 Viu 嗰啲又係拍好少，開 TV 嘅更加唔拍咁滯。咁就東南亞亦都已經開始唔睇香港劇，只有大陸仲內地啊仲喺度睇一部分，但係開始都唔要啦。嗰啲新聞女王之後，新聞女王2啊、正義女神啊咩嗰幾部之後，而家都開始 reject，因為佢哋流行12集嘅劇，咁 TVB 又唔可以做12集，佢起碼都要做20集，咁佢焗住應承就將20集劇剪成12集攞去俾佢哋做，咁就但係呢個唔支持得幾耐嘅，係。我覺得就即係都幾危險，但係短劇有佢短劇嘅一個優勢喺度，即係尤其是而家出咗 AI 短劇嗰啲擬人仿真人嗰啲係真係做到好似，你有心機嘅話咧，你表情都好犀利。咁所以我咧就認為咧未來嚟講咧，仿真人劇會差不多會佔咗60%，其他就真人加 AI 或者純真人佔其他40%。咁就呢個係內地我睇目前嘅走勢就係咁樣。即係香港電影咧，就算再拍得好啲，亦都可以喺內地上，但係內地嘅戲院都越嚟越少。因為俾短劇打得好慘，若果內地嘅戲院都比以前少緊1/3咁樣嚟講，咁你香港片喺內地可以上到幾多錢都係一個未知數。所以咧就我覺得香港嘅影視嘅同業咧都應該開始去注意短劇㗎啦，因為香港好慢啊，真係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、印尼甚至越南都已經喺度睇緊短劇，美國、墨西哥、巴西全部睇緊短劇。基本上我覺得佢係將會冚晒所有嘢㗎啦。如果大家仲只係諗一套90分鐘到120分鐘嘅長嘅電影呢，可能個出路係越嚟越少，越嚟越窄。咁就大家都要去理解短劇嘅發展。我相信短劇發展到快到好似一隻怪物咁樣，由野蠻生長到而家咁規律化，到 AI 咁可以做到咁似。我諗嚟緊呢1-2年會有唔少嘅 AI 電影出現，唔容易嗰啲真係我覺得可以話電影最大嘅對手就係短劇，尤其是 AI 仿真短劇。我希望香港同業咧就多啲留意。你哋好簡單啫，download 一個紅果啦，或者 download 一個Real Shot 睇外國劇啦，都夠㗎啦，起碼了解多啲。因為我覺得香港好快要做短劇，如果唔係，大家嗰個工作機會就會越嚟越少。咁就呢樣嘢咧，就係我想提醒大家嘅。我都覺得你話任我拍，我梗係想拍120分鐘嘅長嘅戲啦。但係如果你賣個餅出嚟係冇客嘅，咁我不如賣粒糖啦。好多人買，咁就呢個就好簡單嘅道理啫。希望大家有少少警惕。我覺得好快嚟到㗎啦。我有個提問嘅，正哥，你覺得 AI 呢1-2年咁風靡嘅技術咧，會對電影嘅視景啊、製作嘅衝擊大唔大？佢成本係大唔大？非常大。AI 可以做到嗰啲大場面，完全無懈可擊嘅啦，已經可以。反為近鏡咁樣，你始終都係一個睇到係一個做出嚟嘅人，雖然好似嘅啦，已經啲表情都好細緻。但係譬如你用真人加 AI， 有啲感情戲用真人，嗰啲大場面全部用 AI， 其實係冇問題嘅。你唔使拍大場面，你慳好多錢，所以嗰個製作費咧就慳好多。你而家變咗 AI 嘅仿真劇啦，即係仿真人劇啦，你冇咗演員嗰條大數，你咪平咗一半以上咯。只需要輸入周潤發、劉德華嘅面型，咁呢個唔容易嘅，佢哋唔會賣嘅。呢個係犯咗嘅肖像權嘅。咁但係你咪我做一個人出嚟係我註冊咗嘅，叫做黃德華咁樣，有劉德華咁靚仔咁你都冇法子嘅喎。或者兩個 mix 嘅。係啊，咁就我覺得呢啲日子好快嚟啦。你有冇都係籌備緊轉型喺 AI 製作？唔需要轉型，我係乜都做，我電影又做，
長期又做，短劇又做，中劇又做，即係 AI 又做，變成我覺得唔把所有嘅雞蛋放喺一個籃子裏邊咯。金哥有想過帶一些香港年輕嘅演員去內地拍短劇嗎？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已經開始喺度拍緊嚇，慢慢會越嚟越多。但係由於主要都係內地都係用普通話拍啦嚇，大部分嘅演員都係普通話啦。咁如果你普通話唔得，咁你喺內地拍短劇都有啲困難咯。